今年以嚟，政府多項收費大幅加價，由公立醫院急症室違例泊車牛肉乾、控煙罰款等不一而足。特別係公營醫療各項收費大幅加價，對於基層長期病患者嚟講，更加係百上加斤。冇辦法啦，政府成日腎財赤㗎嘛，開源都好正常。有人就話政府經常開支有增無減，錢從邊度嚟？唯有從民脂民膏嗰度嚟咯。唔知大家又點睇啦？開源還開源，最好唔好搞到市民啦。不過咧，講到資源運用啊，現有資源係咪運用得當？公營部門提供俾市民嘅服務，又係咪真係市民所需？定抑話係得物無所用呢？同樣好值得探討咯。我近排就去咗幾個公共資源中心，發現唔少都係門可羅雀，有啲就係只係簡單擺放展板同埋小冊子。我哋問過附近街坊，好多都唔知有咁樣嘅所謂資源中心存在。仲有議員會講下點樣提升資源中心嘅使用率，實行資源增值，事不宜遲啦，東夫各界即應。